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 呢隻 FFC 機械手錶喺拍賣場上以8400萬港元成交，足足高出股價10倍並打破獨立製錶紀錄。好多人都會好奇，佢憑咩成為收藏家眼中嘅神作呢？答案就係錶盤上嗰句拉丁文 Invenit et Facit， 發明與製造，呢句就係 FP 將對製錶嘅承諾。呢段傳奇嘅起點要追溯到1957年出生於法國馬賽嘅尊納。佢14歲就入咗鐘錶學校。1976年佢喺巴黎高級鐘錶學校畢業後，就正式加入叔父嘅工坊，投入大量時間修復寶璣等18世紀大師傑作。1983年，佢耗時5年完成咗首隻陀飛輪懷錶，成為佢日後嘅設計基石。1985年，尊納喺巴黎開設工作坊，專注製作收藏家委託嘅時計。1989年，佢前往瑞士建立機芯工廠。1991年，佢完成咗首款配備恒定動力裝置嘅陀飛輪腕錶，機芯以18K 金製成，係後來 Tourbillon Soufflon 嘅原型。1996年，佢成立 Team SA 研發獨家機芯。到咗1999年 Montre 將 SA 正式創立，一系列印有 FP 章同 Invenit et Facit 嘅精密天文腕錶，同頭20隻 Tourbillon Soufflon Subscription 問世，正式開啟咗 FP 章嘅腕錶時代。